再来看到咱台南喜寿万丰宫，这个真特别的民俗文化柜，即摆有一个传统的民俗叫做牛石啦，吼。即摆来看这个牛石神州开工的活动。流传百年的传统民俗牛石传承到今，已经成做喜寿在地的特色。举办祭典来表达对海洋生态保育的重要观念。这届就是有掠到一只龟，因为这只龟足大只，有的人赞成讲哦，无咱甲这只龟吼抬来食，有的人讲我无爱食这种龟啦，就是真民分两派，有食的人因兜去压买小厝，因兜无食的人无代志，所以真民就来请示咱王爷公，要叫王爷公来调解，咱定地。每当的8月24，农历8月24。喜寿大天府万丰宫的主委嘛表示，希望借祭典来保境安民，未来市府会当继续维护民俗传统。市长来甲咱开工点案，带着这只神州，嘛是对旧灵宫的参会之心，会当个保佑咱咱这人民的安全，甲平安。在地有特色的信用活动，就要继续传承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